乡亲，大家平安。今仔日是新历的6月13，旧历的5月11，礼拜四。民进党的党中央中昼来公布总统初选民调的结果，蔡英文是赢赖清德。蔡英文将代表民进党参选2020的总统，争取连任。蔡英文同志得到35.6768%，赖清德同志是27.4843%。依照这样的数字结果，我们可以宣布的是，蔡英文同志将会胜出这一次的总统初选。不过，我们正式的法定公告仍然要以下周三民主进步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认定之后最后的公告为准。